痘痘殺手安瓶終於以特價回歸啦！用咗1個月之後，痘痘都消退晒。如果而家喺官網買2+2套餐，就可以有63% 折扣優惠同埋免運費添啊！對於有唔同痘痘同埋粉刺問題嘅人，譬如紅腫痘痘、膿疱痘痘、黑頭粉刺同埋白頭粉刺嘅人，唔使再猶豫啦，試下呢個啦！呢個仲係韓國 Olivia 獲得痘痘安瓶第1名嘅產品啊！已經有好多人俾咗好評，話呢隻產品好有效啊 Celebrex 嘅質地好水潤，而且佢仲要無香味無刺激添啊！敏感皮膚都唔怕。呢款 Celebrex 有軟化皮脂成分，可以溶解積聚喺毛孔深處嘅舊皮脂，徹底咁樣去除黑頭粉刺同埋白頭粉刺，而且唔會留疤痕添啊！呢個係針對痘痘同埋毛孔根源問題嘅 product， 佢嘅皮膚脂質成分以1:3:1嘅比例配合，有助於將失衡嘅皮脂平衡，恢復到健康狀態。4個星期之後就可以見到皮膚明顯嘅變化啦！真係冇諗過用咗呢1個月之後，啲痘痘同埋痘疤都消失晒啦，而且6個月內都冇再生過暗瘡啦。仲有最令我滿意嘅係，搽完呢個之後，第2日上妝都勁服帖啊！已經用完第5支啦，仲打算囤多啲貨添。好可惜嘅係，我當初買嘅時候乜優惠都冇噶，而家居然有買1送1嘅優惠活動，最高仲可以優惠200折添啊！買得越多優惠越高，大家都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！